新闻头起先来看前日几黄国昌甲网络红人馆长所发起的公平正义救台湾集会，今下晡招约9万人伫凯道发不满，要拼总统的郭文哲，阁有侯友宜、郭台铭3个人拢有招到。不过换侯友宜上台讲话时，敢若是讲了受句，阁去互大卡民众甲发落台。 前几位黄国昌甲网红馆长陈志涵发起公平正义救台湾集会，16日下晡伫凯道，诉求政府司法改革甲落实基础正义，请将近1万人。不过黄国昌徛家最近也出违建占用国有地证据，互外界质疑活动正当性不高。 而寄存的老违建，我说过了，依照政府的认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有特权，更不会去关说。李强调，家己被回避法律责任，同时批评民进党政府无能搞定回应民众心声，因为那被定刑是要选总统大会的郭文哲、侯友宜甲郭台铭拢搞定相关，今后上台致辞。不能在民进党再继续的傲慢下去，如果他们再傲慢下去，我们怎么办？ 用选票把他们换掉。我要等他讲，我要跟他学习怎么讲话。那跟侯市长要学习吗？那要跟侯市长学习怎么讲话吗？要看太阳热不热。郭台铭原本要等郭文哲致辞，不过该由侯友宜先讲话，郭台铭只听者就先离开。侯友宜也因为致辞先过长，引起群众嘘声。我们用一波一波的浪潮来推倒民进党的高墙。 让侯友宜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有感，让人民有感，我会做到，我相信。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甚至有些人还把小朋友都带来。我知道大家都是期望说我们有一个未来。我常说哦，年轻人不怕辛苦，但是最怕说没有希望。 郭文哲伫3人当中，最后讲话受到热情的欢迎，也和一场公民运动，将做总统候选人拼进去的定位顶面。记者综合报道。